因为你的发型在那个网友们热议这样，谢谢。没有，就是比赛就是态度问题啊。那前两场比赛，我们的态度真的比较消极。然后经过这礼拜 Q 也跟球队讲，大家在态度上一定要改变。那今天开始也是 Q 带头在做这个态度，那让球队每分每秒都是在亢奋的地方，就是没有在像之前一样，我们赢了20几分，然后突然又掉到10几分，一直往下掉。那我觉得这是以后我们每一场要做的，然后也是要再进步的地方。谢谢大家。谢谢教练。那因为翻译还没来，我们先问根日好了。我们的翻译吗？还是应该是你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没有教练。那先让我有点心理准备。我们先问一下，今天缴出生涯代表作，恭喜根日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自己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自己的心态啊，或者是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就每一场我都有做好准备，只是就可能刚好今天就是被我把握到的，然后就学长他们都有给我很多信心啊，教练他们都给我蛮多鼓励的，就跟我说哦，你上去就放开打，就不要怕，对吧？就正常打就好，对吧？然后就今天刚好被我把握到。那我可以再多问一下，就是虽然是每一场都有很好，但是今天真的缴出了一个双10的表现，下场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感觉啊，或者是有没有我自己？你说下一场吗？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很平静吗？还是很激动？还是有没有去后面偷流眼泪等等？其实还好，是吧？就平常心。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也请 Q 谈，就是他今天其实从第1节开始，其实就有蛮多的上场时间的。那他有没有考虑到说，自己的就是今天怎么准备这场比赛？Basically, you asked them how did I prepare for the game? First of all, I was late. Second of all, I forgot my jersey. So, and third of all, I think we just came out confident this game. The coaches and our GM has been working diligently to get the confidence of our players. You can start with that. 首先，第一个，他今天他自己的状态是他比较晚到了，然后他又忘了球衣，所以这些状况。但是他觉得上场就是大家比较有信心。那这也是过去这段期间里面教练还有安哥还有我们GM他们的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今天上了球场，大家都比较有信心。Nex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our defense has been the same with this game. As you can see, the Lioneers still have 82 points. So comparing this game to the last game, our defense is okay, but we really stepped up with confidence, and I think it started with our players. Our practice all week hasn't been, running. It's just really been focusing on confidence and letting us know, the coach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let us know that the game of basketball is very easy. We just need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s and take shots. That's the difference in this game. We didn't take shots last game. 今天在防守端其实跟上一场比赛的差异并没有很大。上一场比赛公正线拿到80几分，那今天也是82分。但是我们今天在进攻上就是反映了我们过去1个礼拜是如何努力的，教练很努力的在督促我们，给我们信心，告诉我们篮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在场上把很多简单的事情做好，我们球队要的事情，还有以好的空间创造出来，那就是这样造就了今天这场比赛。